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来咯。我哋第一讲客家料理，唔单止系好食咯，其中还有几多嘅文化，甚至于讲情感嘅地位。今日我哋就特别邀请到来自5九岁嘅刘春琪阿姐，阿琪姐来到节目地位，好好嚟同大家分享佢做嘅料理有哪道特别咧，甚至于讲佢自家还有哪道故事哦。今日嚟邀请佢吧，欢迎阿琪姐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我咪鄉5九歲6對阿婆劉春琪。哇，歡迎阿琪姐哦！阿琪姐睇唔講法哦，輕鬆快樂，輕溫柔嘅聲音咧。阿琪姐先請教一下，自家更加睇5九歲開嘅店啊，係睇買乜嘅東西嘅呀？買客家產品，種嘅啊，肉仁啊，炒飯啊。哦，就像今日你帶過來按照好食嘅料理，全部都喺店鋪賣嘅。都有。哇，種類幾多呢？有係做麵包，真是我有看到。你嘅話哦，等一下我哋再嚟一一同大家紹介。睇下之前先嚟請教一下阿琪姐，自家本地就係5九歲年，錯冇？係，環西到太郎係5九歲。我說之前啊，有喺其他地方工作過，也係講本地都想講係睇5九歲開一種店嘅。冇呢，你睇高雄做嘅30年，喺度30年，咱過去5九歲。係哦。係。睇高雄工作嘅時間，即係30年係做乜嘅工作嘅？樣樣都是咧。最早期係做藝術方面嘅啦。哦，藝術方面嘅。我哋會收藏一些東西。後來你想同藝術嘅東西同傳統嘅結合。我都要開咖啡堂。你嗰時節，自家本地有土有嘅相關做料理嘅課呢嘛？冇呢。哎呦，你能睇專做料理嘅時節，會唔會遇到乜嘅困難？有啊，有會遇到困難嘅時節，好彩有媽媽天數指導。食的方面呐，伊都會慢慢嚟講啊，我樣煎過好食噠，燜豬樣燜過好食噠，都會故意請教伊啦，都一邊做一邊學習。有嘅就唔單止係自家有天分咧，更加係講有人咧客家媽媽睇後輩吼，睇伊咧睇神睇嘅指導，做冇？以為阿婆嘛佢好做事的呀。其實我發現到講人哋客家媽媽啦、阿婆人哋客家女性嚟講吼，都幾厲害。唔單止會做屋企嘅家事也好，甚至於講做料理啦，講客家每樣都幾厲害。我哋晚上可以研究，我媽媽會到我哋高中嘅，因為5個4年咧，因為到邊可以研究帶東西，按你講生啦，如果去高中嘅本來係帶2粒鐘嘅去研究。哇！同學看到人哋咧，總係一定幾羨慕。如果似啊，你看人哋去鄉下4年咧，咱可以享受嘅嗰種感覺。人家4年嚟都稍微買下都有嘅，還是很麻煩哦。我喺高中人還要準備料，還會花時間去過。我講我哋印象最深刻的都係安尼，研究嘅時陣媽媽都高中嘅，係啊。你阿琪姐講到進嚟啦，就唔睇高雄佢嘅傳統，又香港做嘅料理嘅事業，做嘅研究，嘿，乜嘅人本唔想講我真過嚟5九歲嚟做有嘅繼續有嘅料理嘅生意。佢荷蘭嘅機會啦，如果我攞一隻電腦杯，攞睇都講，你覺得陪爸爸媽媽嘛，我哋攞睇高雄打邊，我都咩都講可以哦。嚟載下方向，佢講過來買辦咧，我哋碌下按法，你感覺可以咧，你用人想法你講，我來買辦咧，嘛好，你結束高雄嘅事業，你問到講過來買辦咧，冇乜嘅考慮啦，我都直接講，我有嘅想法嚟，我哋叔叔啊都過來。嘛本來我哋如果好鄉下生活啊，我喺高雄叫。有時隻百貨公司開多嘅都唔掂呢，冇一批過呢。唔好撈，唔好，講計啊，就會撈。我哋喺假日我哋都去神道行，去有水嘅地方，有山嘅地方，都一直安嚟。所以有人話去適應講，哎呦冇，有冇乜嘅可以講價，有冇可以買乜嘅，唔過我哋感覺佢好啊。都生活步調更慢啦，
啊，不过其实你过来也个5岁之前，会唔会从头摆更加人讲的，会做一个市场调查。其实米咧中头地杯有几多的便利店哦，卖食的也对。啊，唔能自家去想讲啊，过来就会来开一个便利店。哦，会唔会先去了解讲，啊，真是爱来买饭的吗？还是讲都想讲，唔吧，我都来买啊个，一定有法度有办法的。有前几张呀，几乎米不是容易生人的面，生人的饭呢，啊，伊看人店的要经营。啊，你参考他讲人呢，也有店嘛，也通线用啊行话个好，啊，你慢慢的过来都做一个综合啊，提物资啊，存我哋想爱感觉都来做呢。哦，其实做的东西从人家喺类型去形容的，但係泥土啦，甚至讲地杯的布吧，其实有唔能自家的想法喺地杯。错噶，系啊，我要去改良一下，咱可以买自家有特色的东西。错噶，但唔係講米拜迄個大部分因啲客種都形容嘅東西。係啊，其實西方嘅地杯都可以看得出，店嘅有用心冇咧。都，安尼咱可以弄出一家店嘅特色出來。哦，係啊係啊。佢也係我想法啦。就如無同譬如一樣啊，比如講蒜頭面，蒜頭面嗰多人用蒜頭去炸熟嘅表啊面地杯，唔過我哋對頭都咪如用新鮮嘅蒜頭，打脆表下嚟滾水裡嘛去，而家先係咪如做出來。哇，搶糖豆都係有難水見料嘅。啊，唔過睇下講之前係繼續嚟請教一下，其實都講。古多路卡最主要開店嘅係想法，係嚟照顧種皮嘛吼。啊，除了安尼之外，自家對一個店嘅有乜嘅人講期許啦，又係講本期咧核心嘅精神有冇？自家有安尼面冇？我感覺可以傳承。食的東西都可以傳承，因為人家生意呢同我哋都有落差。有啲人唔想學，其實老人家幾多智慧呢？學唔係。真是，如從我哋去聽的對做事的老師，有也訣竅哈，有也嘅術語啊，伊冇表出來冇講唔問題。啊，你聽的老人家話，哎喲，中國式，我哋都可以學習，有咩傳承啊？冇錯。哦，我各種嘅行業咧，種嘅都簡單又好食。哦，伊冇傳讀上要包干貝、包乜嘅，好多年咧，種嘅同行業種嘅有區別都係嚟啊！行業咧種嘅飯頭、三層肉、香料，很簡單。嘅包起來米線都真好食的，要用膠醬要包。好，冇唔錯。錯㗎。最重要嘅重點。反過來講，更加嘢是原型食物，唔咩人都係種最簡單嘅東西，做最好食嘅東西。係啊。安尼其實你這個睇做一個吼，有包括要傳承一個文化嘛。佢所講，你這個睇做一個料理嘅時節，好會保持傳統嘅做法，好同口味之外，你這個會想過去做一個無香樣嘅改良冇？有啊，像夜飯嚟講，因為唔係用嘅直接打接下落去，而家米絲佢錯，你揾人都唔好食嗰種米絲。我哋嘢我哋會用水煮過，煮過也食會變，唔過伊還是有一些黏米絲。真的嗎？係啊。等一下哦，製作單位有特別講，你講到一個時節，佢能準備一個你嘅夜班，我嗌講送一下，真實來證明一下講唔係頭班夜班。啊，唔過真是可能唔係嗌印象地都嘅夜班咧，頭班夜班嘅人攏地講強，有時咧雖然講食成個層，但係佢係看得出來。啊，唔過有個看出來，等到有時擺種唔同嘅感覺哩。安尼人來上看下先。看下先，因為包料嘛，冇一樣。含前是都批到嘅人客家香料嘅米絲，真香咧。有食，嗰種嘅係包落批絲個冬瓜糖，也係頭擺米絲啊。真是。鹹甜，錯嘛？有一些辣，更加係先食到嘅皮，係冇食到嘅蝦。有啲皮真 Q 呢。係。你發鹹前食到再試一試，還有看下先好嘅。是看下先，真好食。有食到食到羅皮絲。羅皮絲我看得出來。冬瓜糖。有個拍過太靚咩？係冬瓜糖。哦。所以係鹹甜啊。係。真貼片呢。以前我真唔好食冬瓜糖嘅。係啊。不過有個口味我可以接受呢。唔係佢甜啊。
更加人嘛唔好食啲甜嘅東西啊。唔做。係。啊，你發做一個班呢，唔像教一個料嘅啦，是咁樣一9張試出一個比例啊。嘛係老師傅教啊，我媽媽會研教啊。係哦。我用嚟做炒嘅料那麼香。係。真是一個口感吼，釋放嚟清 Q 有嘅一個口感，啊又唔會爛安尼，啊地部一個味道哇，像皮豆都相應似的。哎呀，都係玩食阿婆嗰個寶寶還能食啦。錯啊。哎呀，都係傳承啊，頭更加新年嘅唔係講阿寶安尼好食。觀眾朋友，哇，阿記仔小嘅真是當忙精彩咧！唔過啊，還有幾多精彩故事，大家莫走開哦，休息一下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上一段阿記仔講嘅佢自家嘅故事，兩班鬼都唔叫出來開店，也本來搶係食的一個好食的夜飯，但係有個係唔拉敗呢，還有其他好食的啊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阿記仔接下來呢，頭都食的暗好食的夜飯，我看到還有一個黃色的、橙色的、白色的，一同人哋紹介一下好。我哋攏用天然的石絲來做食，係。紅色的都特別包嘅牙係紅斑嘅，係用鳳殼。鳳殼個用到暗號喎。用鳳殼嚟做顏色，嚇，而頭班然後用色素啦。看得出來啊。啊個顏咧嚇，像夜班嘅色一樣嘅，啊特別係爆番薯嘅呢。哦，嗰啲圓圓嘅嘅。係，嗰爆番薯嘅。哦，叫做甜嘅啦嗬。有啲甜甜係，甜甜辣辣，佢嘛係頭班米絲啊，阿婆等到做安尼。人講拍頭公辦。哦，等下啊，其實唔講嘅圓圓嘅地方係爆番薯嘅，但係佢有辣辣。嗰時講佢除了番薯，還有其他芽嗎？滷番薯嘅，最主要滷番薯。像番薯嘅那地方有會辣辣喏。啊，你表示福州啊，滷米絲都冇一樣嘅，客人嘅米絲，客人最好用福州。係冇錯。嗰度東西食飯咧，食米糍冇啦加福州，如果是哈。啊，唔過甜甜加上福州辣辣。唔係，因為是我想一下哦。個糍糜嘅米絲啊，好，啊，佢拍攝的係爆蘿蔔乾，蘿蔔乾，一條一條嘅蘿蔔乾，叫做鹹嘅，好，啊，嗱，你們都講有啲是齋烏板，好，嗰種顏色的顏呢，烏嘅色的，都係齋烏板。啊，地方有鹹嗎？有啊有啊，有香菇個頭爆去炒香嘅啊，哦，摘菜料誒，係摘菜，也都是齋人都食得，嚇。啊個橙色的個糍糜用番薯葉，番薯葉打汁去做嘅顏色，也咪係天然嘅呀。啊我哋都用綠豆芽，係做甜嘅，甜嘅係甜嘅，係綠豆嘅麻鬼多人家好食的。綠豆芽，啊其實講到入邊。番薯葉嘅味道同綠豆嘅，等下有閒嘅時間我來試下。冇試過安尼。其實安尼整數嘢冇媽咪是，就是要取顏色個天然嘅東西啦。安尼你唔會用色素啊？我唔錯㗎。係啊，如果天然嘅東西。也看得出來，有個色成像嘅紅嘅也可以醬，哦，橙嘅也可以醬。係啊。啊個黃色嘅都金瓜。金瓜色，金瓜咩啲打汁啊，落啊炒啊，啊地方我都包嘅啊，筍嘅同香菇，竹筍個香菇，炒香嘅包地方，係。啊，竹筍同香菇有啲也算仔嘛？也嘛仔可以食，係。啊，後面嘅長長嘅像烏嘅色嘅，叫做真是烏板啊。客人嘅烏板，啊地方要包嘅，也係要包嘅，要包啊，要豬肉、香菇。香料炒香嘅包地板，係，安尼人現場攏做出來都係真好嘅嘛，真好嘅，係。冇法度好現場講，誒，創業嘅烏板，青好是用剪的。哦，啲剪的都唔是用包啦，安尼冇菜，你冇包都可以切一角角出嚟，錯，一講嘅你片咧，啊剪咧。沾蒜頭吃青好食。係，無論人哋咧烏板有包冇包，哦煎必擦擦嘅，然後沾人哋咧蒜頭條要加一些青菜，好食係，青好食。客人咧口味啦，冇錯，係啊，真是改善嘅。目前我哋都有8種嘅料嘅，古天樂有幾種嘛？係。啊，有可以天做嗎？可以啊，看有個人講，想食
那种色啊做保密的，我们可以去客制化。哦，都有一天的量都可以客制化到做的。啊，也个顺后咧，一天都喺人哋咧碟用盐。碟用盐哦，这最麻烦咧。也係至少一碟一碟碟呢。係吼，安尼碟出來。按人平均嚟講，一年要做一道碟啊？有時節伊2-3年碟4、5斤啊。哦，4、5斤。係啊，因為有人客賣過去啊，伊也係算整熟嘅，比如講冷凍好。按過去嘅天薄整一下都做。早安嚟食，比如去研習嘅啊，嚇蒜頭翅比如安尼都可以嘅。啊，喺無路方用嘅大黃瓜、豬頭，3年好食。錯，係，其實豬頭也係。豬頭也幾好食，係。按你一把傳統嘅客家麵湯，以前我嚟上班啊先，就像等下人哋頭頭嘅製作單位有交代，以前我嚟上班啊先，啊唔過除了傳統嘅麵湯之外，人自家會有。用乜嘅個特別嘅方式，也講做出人自家點樣嘅特色嘛？像我哋要做出家揾嘅醬啊，可以淋一些我哋嘅蒜頭醬啊。哦，咩落下睇地杯嘅？其實肉鹽地杯度有蒜頭，唔可以揾一些醬嘛，先好食。係。意思係都啲嘅。係啊，你有蒜頭味。正宗嘅蒜頭味。哎呀，你係嘢特色啊。係啊，頭擺要做好事，有節慶啊，有呀東西好食呢。係啊，阿婆講嘅呢。碟肉鹽啊，會碟呢，本人食呢。哇，啊其實人有嘅用料用得幾多呢？安尼食得各有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個意思啊。前少食到有嘅油葱啦，嗬，蒜頭有條調味料味道，按豐富嘅碟肉鹽。以前啊，好多食到大部分啊，嗬，福州啦，睇到有嘅味道嗰種。更加喺油葱同有嘅蒜頭嗰度。我說碟嘅時節，千十萬嚟碟，至少碟最嘛一碟10%以上。係，啊唔但唱係味道哦，是下去哦，真是嘅有嘅口感有冇？嘅 Q 度都有出來。那有碟那會有嘅 Q 度啊，啊冇會鬆鬆，真係會跌開來呢。從人行業講唔講咧會彈牙。真是好食。啊，除了安尼。其他嘅料理，從頭到前面嘅係豆腐嗎？飯豆腐。飯豆腐你話安排哦？你純粹都要冇加乜嘅色素啊，你飯豆下落去磨做豆腐安尼啊。係哦。啊，人有嘅做豆腐應該過程幾麻煩嘛？吼，要煎嘛，要磨啊，要煮啊，要煮嘅時候要清強出貨啦呢。要見老呢吼。因老的呢。要比老都易滾。咱可以表述呢？啊，你有嘅對像點油量嚟講，係一般嚟講，嘅飯豆豆腐嘅量應該係最少嘅吧？唔會呢，有啲人一次要買19塊呢。哎呦！所以我下來有時間要買19塊帶過去啊。係啊。哇！啊，你一番人有接嗰個貼喺叫我嚟聽咗有嘅飯豆豆腐聽嗰度，要先同人打電話。唔係聽嗰度都要先講。一聽外嘛吼。你買2塊點嘅都冇問題啦。係啊，你20塊，你聽佢講，因為我大部分1-2年都做一次啊，不新鮮。唔過最常嘅部分係講，係上一地講阿姐姐，像做唔能做有嘅傳統點用嘅啦、拌嘅啦、飯豆豆腐，我唔會感覺鬼奇怪啊，因為睇客種地區嘛，做有嘅客家料理。但係呢，唔講唔能頭先做嘅嘛嘅，要做麵包，哦，也係講嗰種歐式、L 式嘅麵包，又有做有嘅應該係饅頭吧，哦。親手看到人哋呢客家料理嘅點嘅地方，還有出現到有個西式的麵包同嘅饅頭嘅部分。因為喺外邊做，我都同我媽媽講，阿媽嚟做是嚟吃麥可能生。一段時間已經係有亞市場咧。有人愛嘛吼？有，特別來買一次，我一次可以做差唔多係19粒嘅歐式麵包。甚至有一啲人買19粒買過去。喺無路先打電話聽。客人來買嗎？買有嗰種人來也是的，咁好食。阿姨喺高雄，如果啊他吃了，那先同我做麵包啊，來拿一道啲，又變成有呀需求人來來買。啊饅頭嘛係啊，有啲人伊買是關係嘅，伊都1-2-3年伊都來買，買5粒6粒10粒攏有，係伊都多做傳啊，
人家个馒头啊，看也过特别的，伊顺后个普通食神的应该也很认识。那个凤凤的凤曲，也係加鳳曲。哎，哦，算係做一個健康路線的啦。健康人講養生啊，裡面有邊個都綜合堅果。像生不按果，它裡面有綜合堅果，哎，哇塞！因為嗰度嘅種皮其實人哋行體黑種地位嗬，攏第一講以前大家可能食飯嗰度嘛嗬，其他人個簡單，但係也冇可能講明白講，好似人哋都是班的啦，吼，技術是其他，等到人哋合作嘅種皮，其他個關係都是饅頭放一些菜啦，吼，也係講。淋嘅牛奶啊，烤牛奶係，烤牛奶係。你除了有個歐式麵包之外，你這個還會做其他嘅麵包嗎？有時節還會做吐司。哦，小胖嘅係，小胖係。哦。係。嗰時候講唔如做差唔多嗰簡單形式嘅麵包，冇像其他做爆鴨啦，還有那種。係可能真是冇咁多時間呢。超硬嘅，都想講，你看我辦呢，我跳舞要點牛眼，甚至包裝嘅、各種嘅，你還有時間去做一道麵包、做饅頭，你看一道點紅蟲咯。其實都安尼已經偏向個多嘅嘛，同學都咁樣講，做我都按到時做買嘛，我講。我培養一道人，他已經有固定的一路嘅人買，嘿，至於講像今日我帶來係桂圓堅果，你外面可以做蔓越莓啊，有做補強嘅，有聽過嗎？有愛啲補強嘅，對啊，補強嘅做麵包怎樣好食呢？係哦，伊唔會輕浮，因為係由於我有去學中草藥嘅課老師提教。咱哋補強嘅安好嘅東西，加上總比有啲講補強嘅好處，他個人會共襄盛舉，磨好嘅粉拿來幫我，吃咗可能是冇想到佢補強嘅做麵包怎樣好食呢？而唔會腐，有一種嘅香味。真是，就我哋客家傳統嘅民俗食譜來講，補強嘅也係咧，我哋嘅姜姜葉也係咧，係啊，試過用姜姜葉做一啲饅頭啊。有啊，嘛姜姜葉汁嘛可以做嘅呢，臘肉呢。嚇，係哦。也汁啊，磨粉去浸臘肉，真係好食呢。有睇做嗎？有，過年嘅時候我哋都會做一些。你喺隱藏菜單我先填咧。錯。觀眾朋友聽到哦，其實有在做一個，假如講有興趣，過年前哦，先提早打電話聽一下，做冇好。錯，個還有的呢，燜豬肉，個梅乾扣肉，調工一燜呢，假如係看唔到菜單，不過有人還有識到講，好食。像前2月有3個老人家對高雄做泡茶，迄種人買梅乾扣肉貴去呢。唔地不係假嘛？個本件係按香雞呢咯。成年的梅乾菜。哦，這個滷的嗎？隔壁嘅北坡人去甲做嘅。我哋講能夠幸運，因為最後一批用係的。哦，哇塞！你更加識得冇還有在做嗎？我哋用新的梅乾菜來做嘅啦。係啊。我等於久嘅，清久嘅時間。也唔會啦，反正更加梅乾菜嘛做過後，是講佢成年嘅嗬，嗰時候食到啦。伊能夠幸運啦，伊能一批填嘅都最後一批嘅，我講能最後一批填嘅都梅乾菜冇嘅。哇！奶奶做用新的梅乾菜來做嘅。只是觀摩上嘅糖度嘅結果是唔多。哦，觀眾朋友，係咪同嗰本嘅共用呢？糖度有嘅有好食嘅結果是唔多，唔怕喎。人哋等一下呢，還會繼續人哋5水地杯其實記了除了做好食嘅，還有其他精彩文化故事哦。休息一下，再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。即係好食嘅客家料理之後，更加愛請阿記姐同人哋小嘅物嘅呢？大家有看到我順後冇？有正嘅作品呢？有啲作品係阿記姐做嘅嘛？佢係樣板做出來嘅呢？阿記姐，除了賣一啲好食嘅東西之外，還看到帶過來，更加看有嘅台啦、好盤嘅啦，有嘅係強樣嘅賣，又係講自家做出來好高嘅呢？我哋有一群幾好所創嘅朋友。哦，我點樣講？他跟你搖搖就講，我哋嚟學一啲蝶古巴特，冇嚟學陶藝。
啊无来学编织，我哋有几个好朋友都会请先生，甚至我哋嘅一群朋友里边，都有的老师啊，他跟人互相，如果一次来教，可能然後我講，我哋咩可以學㗎？佢講可以啊，用5、6個時間同老師巧好，安尼都好誒。但你來排時間，我點樣安排，你可以來排啲時間來上課。嗰時講更加有嘅人看到嘅藝術作品，係自家先有興趣嘅，大家有聲有有啊，請先生來教做出來嘅。係有得賣有人買啊。係不我哋做嘅體驗作品咯，唔盼得賣。對我哋自家來講真重要嘛。我哋咁樣講，唔可以來學。係啊。唔可以來學啊！甚至唔會差呢。頭都講嗱，要學嘅頭語，從人哋頭前擺喺度拍呢。唔單止係看呢，還可以用咗嘛。係啊，從人哋出去泡茶啊，我拿一架筆嘅啊，我奇妙誒，拿一架拍呢，你得不會保證呢，都去識茶。去神到好，不太有神去泡茶陣啊，要帶一架筆，安尼咪夠有意思咩？真是個奇妙呢。你講好來，要到按講嘅作品，有用啊，同嘅地方補擺嘛。有啊，你提布置啊，提點樣幫本人學看啊，係啊，人學看到講，哎呦，佢正誒，講能可以學，因為也唔會咁困難。嗰時講人哋點方唔單止係有傳統嘅客家味道，甚至係講係用語文嘅風格嘅地位。錯㗎，把它融入生活。算係你其實唔能點樣嘅其實呢？你平時開店開到幾多點啊？就算7點半到下晝3點。嗰時講唔可能人哋店鋪唔單止賣食嘅，甚至係講佢變做咧人哋講美術教室，大家有錢嘅喺店鋪結束嘅模式咧，大家都嚟學一啲東西。學東西，無嚟泡茶攏可以啊。係啊，嗰啲可以咧自己所使呢。唔能更加係唔適合一啲人睇古典嘛，還有人同聽書啊。有請你爸爸媽媽睇時係會聽書啊。家人兄弟姊妹過來嘛會聽書。嗰時講一件店嘅唔單止係唔自家一件店嘅，係唔能加速地位，大家嘅感情都睇呀。係啊，最起碼家人睇高雄嘅兄弟姊妹，他家人又一定會過來嘛。唔自家幾多一片來開店之後，其實想搶購嘅啦吼。開店嘅人當地講經營冇咁容易，特別講前幾年遇到嘅疫情嘅時節，唔自家對野餐嘅。唔係講野餐嘅，之前都更加經歷過嘅疫情啊，唔會有想到過有個挫折也個困難嘅時間冇。疫情嘅時候最困難。唔講開始做偏檔啊？你也有做偏檔，幾時節做偏檔？客製化。的偏檔，而且我偏檔，我每禮拜菜色都大部分人客看。我有一啲群主都係賣偏檔嘅。你前年一度啲人嚟聽，我今日出30杯，我都出30杯。呢啲方式呢？係啊，你都係唔睇開間店，唔係生存嘅時間。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唔係生存嘅時候，你再改變一啲方式。疫情嘅時間，我哋都賣偏檔。做冇一樣嘅偏檔本人生。每一的菜單都冇一樣，大家人都有個期待。今天吃今日吃乜嘅？如果看啦，我會選前一禮拜都同一禮拜菜單，本看是乜嘅？我第二年還是飯，豬排飯、空巴飯、牛肉飯。亂呢？你度過疫情嘅段時間。係啊，更加係要可以識得到有嘅偏檔嘛。有想呢，因為幾多年問題悶，有時間可以必然改變一下講，不見得你當做係辦嘅。有也想法想愛再囤也偏檔，唔是數量太多嘛，太多我咪做唔來，佢講做唔來，係啊。又係可以提供一啲建議啦，其實可以講每禮拜唔好講每日都好，一禮拜推出一套。嘅特別嘅偏檔啊，同大家講緊限定嘅，大家可以來聽。也嘛係一種方式啦，可以啊。甚至上太假種喎，從來自家都會聽好似講，一禮拜點樣好會出麥嘅，又係講配合一年四季，又有嘅麥嘅季節出嚟特別主題嘅，像5就是5嘅點方式得多嘅。安尼是嘛係可以吸引外種嘅人嚟講，我可以食麥嘅。我唔錯。從我哋做半日班。
如果简单，文理班加落批管。啊，你完事如不是有啲白眉咯，起定叫下查。如特别最下面甜的文理班，如安尼印象。伊咧上诶。嘿，啊，我睇到讲，这个文理班有冇买过好冇买啦？我讲，就是只系买一种回忆，有一种情感。哎，我哋讲。有买存钱冇存钱吼，我感觉是一回事。啊，如果做完多啊，买迄个都算呢。不过我买是一种完事感觉，我也系我即个上的啦。像那片可以钱咪多诶，更加很钱咪多。有时间真是有人而是安尼啊，有钱简单。嘛，嗰种目标呢，像台南咩不用嗰度肉体地杯，哈，人王哈。啊，我讲我哋冇呢客家人都。落批改，如果我哋都想我是安尼感觉啊，你以为有时节同年人咧讲，我哋วัน事咩是安尼啊？佢睇我哋嘅情感嘅感觉，回忆啊。唔講，更加要滿足一項啦，佢都冇手機度，更加要講唔緊係要做半年班，真是嘅啦，客家半年班嘅用了炒嘅鹹上嘅落批改。如果單純啊，如安尼，如頭擺農業社會。是一啲東西都必須要自家做，啊，都最簡單嘅食物嚟，本身人嚟食，安尼啊。咁我哋班係生得到米嘅香米哦。係啊，我還記得我都較出嗰度雞鴨婆啊，佢雞嘛一上啊，都同你亂拿，烤下去燒燒，飯甜啊燒燒，豬油餅我用喺頭油餅，真人好食呢。哦，要去香菜啊。頭擺都係安尼，我哋咩安尼食啊？啊，佢都阿婆嘅時節，阿婆嘅不是都裝安尼半人食。豬油膠一些土雞蛋，哦，佢更加人們嘅出講，其實好食喏。不過人都感覺食得嗰有米絲啊。安尼其實唔睇研究所開點吼，研究安長一段時間咧嘛，有菜體嘅詳情，也係講攞杯人下來到唔能點樣之後，使到唔能嘅料理，本唔能個貼喺啲回饋有一種嘅人下嘛。有啊，呢種過程咧。我有聽到我睇嘅，中華嘅起眼睛呢，一年一定會來一次，一圈哦，哈。啊，甚至如果買東西買一年都會有2-3次啊栽培，嚇，喺無如高雄嘅人客固定呢，伊禮拜會來也聊一次，如果啊有今日有聊嘛，哦無聊伊就會來，係，如果有即個固定嘅人客啦，其實講種個度呢，高雄啊，台中啊，甚至台北人下來去南部去墾丁了，伊就會先1日來上班呢，是的啦。去墾丁。哦，安尼佢我本佢講我佢有啲成就感，佢講睇架來都喺度慢慢做腳架嘅片，連到見咧喺來都唔能有片唔係去嘅。嘛，因為呢變成佢好朋友呢，因為雖然一年來1次2次，唔過如底下講一人，那時節會來也土假，係因為先同我講，我來去下落去南部，我嚟嘅了，我佢叫人休息，係，啊甚至原來。我聽人班來也變成好朋友，都不是為了食飯呢。係啊。安尼也就後面拖啦，甚至於講唔能做一個手工嘅藝品嘅部分，其實唔能做按有心得嘅，會唔會有人請人去做欣賞啊，去教學啦，有一個開課安尼啊？一種嘅有啊，實的嘛有。實的嘛有。係。去學校嘅嘛，也係講其他社團。哦，社團嘅部分。係，出嚟教學生嚟做。不講嘅歐式麵包，係，如教我哋約錯課嘅同學做啊，係，伊哋都會不定期開一些課程，啊，讀到有識嘅東西，如果啊嚟上乜嘅課，同也約錯有關係，又同識嘅有關係，安尼，係，有時間嘛喂。啊，從有嘅上課嘅部分啊，唔知個最近有走啲哪去上課，也係講大部分都係屏東一邊上。攏係屏東福建啊，一方面方便啊，沙灘攏係也福建啊，係。啊，假使講有人有請人講去到北部啦，也係講其他嘅地方唔會去嘛？應該會去啦，咁啊，也係一個好學習嘅交流嘅地方啊，幾好，不管係哪咁啊，攏幾好啊。所以我哋有時學物嘅，要走到台北去上課一樣嘅道理啊。就做一啲交流啦。係啊係啊。講到有嘅交流，除了唔去上課嘅交流之外啊，唔能自家會唔會平時從頭擺一塊點唔能可以試其他一點嘅嘛？嗬，從更加唔能係咪去研究其他一點嘅有乜嘅特色嘅
也嘅方式嘛。不要我特別好去人家點樣方式飯，唔可以看人嘅佈置啊，唔可以看人嘅擺盤，唔可以看人做食物。有時節適當個，我哋來改良一下，變一家可以賣東西，嘛係一個方式啦。當然唔係抄襲，如果講我哋一改編推亞米西，同人哋有些分別冇一樣啦。係啊。比如講，更加即個行喺基礎嚟學習。係啊係啊。因為頭到我即係嘛，佢話人哋問講，但可能人嘅飯條豆腐，係唔即個擺嘅啊唔。人家以前人哋是都會飯條豆腐，結果偷油都切。連埋去。連埋去，唔係講青菜哦，結果很隨意的都連埋嚟當個。啊，可能唔係順口睇包嘅。係啊，像西式嘅擺盤嘅方式。我哋點樣方式的時候，我哋會同人家加一些飯豆腐呢。係哦。有個切咩哦？看起來有個像顏色。嗰種各處嘅也係個油嘅飯豆腐。個油嘅飯豆腐。哦。我哋肉燥飯咪去加飯豆腐呢？冇試過哈。冇試過。如果你係加嘅肉腐。冇，我哋都加飯豆腐。佢呢套應該唔會炒。係啊。觀眾朋友，去就是老了冇呢？去老了時節，先去阿記者今日點樣炒一下吧。就像佢講嘅，冇食飯嘅也唔怕，我哋來食茶來打嘴鼓，認識一下一個菜系嘅文化同感情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阿記者講嘅很多精彩嘅故事，帶來很好食嘅料理，多謝哦。謝謝，多謝觀眾朋友，他今日有閒來慢慢向590歲6對阿婆來炒料來奉茶。好好喺590歲老了之前，就等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